今日咧又繼續進入呢個課題，就係有關咧離婚夫婦點樣處理子女移民嗰個嘅糾紛嚇。我哋繼續請嚟我哋嘅嘉賓啦，陳嘉誠大律師阿 Wat 嚇。係啊 Wat，我都想咧去請教下你喺一個都比較嚴重嘅問題嚟嘅，即係我聽講呢個子女移民嘅糾紛咧係比較難處理嘅，因為通常兩極化啦。咁調解又會唔會扮演到咩角色，幫唔幫到手咧？當然可以啦，因為調解始終係有多啲時間、多啲空間，爸爸媽媽係可以有機會有個較為坦誠啲嘅對話咯。喺家事調解員嘅協助之下，咁始終咧移民呢個咁人生重大嘅課題咧，咁就好多時咧所謂非照顧者嘅爸爸媽媽咧，未必好清楚明白主要照顧者爸爸媽媽嗰個移民嗰個理念嘅由來啊，目的啊，或者係整個方案啊，有啲咩實質嘅情況啊。咁其實只係聽到移民咧，我相信一般人嗰個反應都可能未必正面嘅。咁但係通過家事調解咧，爸爸媽媽都有機會可以詳細啲去理解多啲咯。我深信透明咧係會增加嗰個信任程度，而信任程度增加嘅話咧，就可以增加嗰個大家能夠解決到事情嘅機會咯。係啊，都遇到咧唔少嘅離婚夫婦啦，因為都少溝通啊嚇，甚至冇溝通嚇。咁喺香港嚟講，可能嗰個嘅探視安排亦都未必話係非常理想嗰種啦。咁變咗，當聽到主要照顧者各方係想計劃移民喎，咁都幾擔心咧。哇！日後會唔會見唔到個小朋友㗎咁樣嚇？咁如果即係去處理呢一個針對呢一個嘅擔心嚇，或者呢個嘅都幾大嘅疑慮啦，咁有啲咩嘅解決方法咧？我諗如果喺家事調解嘅層面嚟講咧，其實爸爸媽媽可以透過對話咧，去作出一啲相應嘅安排啦。因為如果子女移民咗咧，一般嚟講咧，除咗一啲社交媒體啊，或者網上邊可以電子平台去繼續保持聯繫之外咧，可能就要靠一啲所謂假期嘅探視安排咯。咁可能喺呢啲探視安排嘅層面上面咧，爸爸媽媽就要有一個坦誠嘅對話，去睇下點樣去令到所謂非主要照顧者嘅爸爸媽媽咧，係會容易啲保持到同仔女嘅聯繫咯。係啦，咁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去處理咯。因為透過咁樣嘅商議啦，可以詳細啲、具體啲列明啊，即係有啲咩方式去同小朋友見面啦。但係始終咧，疑慮嗰方嚇，即係繼續逗留喺香港嗰方都會諗：咦，到時你去到咁遠咯，我點可以控制到你係咪合作咧？咁呢一方面又可以點樣去解決咧？咁我諗如果法庭能夠頒布一個移民所謂嘅准許嘅話咧，咁當然啦，亦都應該會安排埋一啲相應嘅，例如假期啊，或者係相應子女嗰個探視嘅安排嘅。咁喺呢個層面上邊咧，其實咧非主要照顧嘅爸爸媽媽咧，可以尋求咧一個所謂反映令 mirror order，就令到咧係啦，即係一塊鏡咁樣。係啦，冇錯啦。即係簡單嚟講咧，將香港法庭嘅判令咧，係令到喺新仔女移民去嗰個地方嘅司法區域嘅法庭咧，都能夠執行到相關嘅命令，好似一塊鏡咁樣，嗰個命令咧都能夠喺嗰度執行嘅。咁就所謂主要照顧者嗰個我諗嗰個責任感咧，係知道啊，唔係離開咗香港咧，唔係離開咗香港法庭嘅管轄範圍咧，就變咗好似唔需要理香港法庭啦，唔需要遵守啦。實際上咧，反映令咧係令到咧，就算佢喺第二個司法區域咧，另外一個司法區域嘅法庭咧，都有同樣嘅能力咧，同樣嘅司法管轄權去管呢個小朋友。哦，如果咁聽落咧，即係俾着我嚇，即係唔係移民嗰方嚇，都安心啲喎。係啊。不過我又想追問下，係咪即係大致上我哋都幾普遍會去移民嗰啲國家都可以執行到呢樣嘢嘅？一般嚟講，我哋想去嘅移民嘅國家，我相信呢個反映令都會適用嘅。係咯，譬如話加拿大啊、英國啊、澳洲啊，呢啲都比較多香港人選擇移民嘅地方都會有嘅。
當調解嘅時候嗰個好想帶小朋友去移民嘅一方父母係可以做啲乜嘢具體啲嘅功課咧？你有咩提議咧？嗱，咁樣呢個就牽涉到去令到法庭有一個明白成個移民嘅計劃咧，係有一個詳細嘅準備。換句話説，要做足相關嘅資料搜集啦，要能夠俾到法庭有一個信息，居住嘅環境啦，居住嘅配套啦，學校嘅環境啦，學校嘅配套啦，老師啦，呢個小朋友每日嘅生活嘅安排啦，包括所有嘅情緒啊、醫療嘅支援啦，甚至係出入嘅交通啦、旅遊嘅安排咧，全部都一併應該要喺呢個計劃書度咧呈到俾法庭知道嘅。當然啦，呢個計劃咧亦都應該要包括埋所謂非照顧者父母嘅探視安排，令到咧法庭咧明白到咧呢個移民嘅目的咧就唔係疏離非照顧者父母咯。所以咧，如果真係好有心，好想小朋友過到去某個國家去移民嘅話咧，甚至係咪落實到去邊一個城市，甚至邊一區可以買或者租邊一種嘅房屋，自己夠唔夠能力去負擔？係咪要去到咁落實？嗱，其實咧就冇一個一概而論嘅，即係所謂方程式嘅。咁但係咧我諗法庭都係想知道呢個計劃係可行，呢個移民計劃係可行，係做得到嘅。咁當然啦，越實在越能夠令到法庭具體化嘅一啲情況咧，法庭咪更加容易信服，更加覺得呢個計劃係可行咯。咁當然啦，我諗冇一個即係公式。係話究竟租啊買啊或者係邊個區域，其實法庭只係想知道呢個計劃係咪可行？係咪可行咁樣？哦，明白。咁所以咧，如果越多具體嘅資料咧，而你亦都反映到有嗰個能力去應付咧，咁就會被採納嘅機會就會大啲啦。冇錯啦，冇錯啦。嗱，譬如話醫療嚟講咧，好多人都睇重啦，咁係咪都要探聽下如果真係去到嗰邊居住咯喎，咁個醫療嘅負擔夠唔夠啊？配套應唔應付到當事人或者小朋友嘅需要啊？咁樣㗎。嗱，醫療咧其實係一個當然係重大嘅課題啦。法庭又係要考慮究竟嗰個可行性去到邊度。假設去一個例如西方國家講英文嘅，但係移居嘅主要照顧者嘅媽媽或者爸爸，佢嘅教育水平咧可能咧。未必能夠喺用英語溝通到嘅。又假設個小朋友咧本身佢喺香港就唔係讀國際學校、傳統學校，而係較為小學低年班啲嘅。咁可能法庭就會問，咁係咪移民嗰個社區係有一啲所謂廣東話可以講到廣東話嘅醫生咧？咁可能法庭都會問一啲咁仔細嘅問題嘅。係啊，因為都係講嗰句，法庭都係想。嗰個計劃係能夠成事，係能夠成功執行到嘅。咁當然啦，如果更加理想嘅就喺家事調解度呢一啲細節去詳細討論啦。因為始終法庭嘅時間係有限嘅。係咯，我都聽過啦，有啲個案咧就好早準備喎，即係而家去離婚，但係咧小朋友咧其實都係好細個，佢都係諗住即係想將來。幫小朋友安排移民嘅，可能係講緊5年或者甚至6年後咁嘅時候咧，就會唔會搞呢個離婚即係做呢個離婚嘅調解嘅時候，處理埋呢個嘅移民嘅問題，會唔會適合咧？定還是唔係嘅？其實都係要喺數年之後，真係比較近期啲啦，咁先去處理咧。嗱，其實呢個係一個較為主觀嘅取捨嚟嘅。不過我自己嘅經驗咧，就覺得可能一併過處理會較為好啲。咁當然啦，一併過處理除咗係個時間啊、資源、金錢可能會較為有效率、有效益之外咧，但係亦都有唔好處嘅。個唔好處就係因為始終你距離真實移民嘅時間都有一段時間啦。咁當你草擬嗰個所謂計劃書嗰陣時候咧，相應嚟講就會困難啲啦。同埋法庭會唔會接納咧？你係講緊幾年後喎，都唔知個子女嘅意願係點喎。冇錯，因為大家明白啦，仔女嗰個成長有陣時候1年2年嗰個變化會可以好大，咁所以預先去做
我諗有好處有唔好處咯，係咯。所以會唔會折衷就係話大家父母既然都坐低，可以傾下一個嘅大概嘅想法啦，對於子女成長嘅願景啊，會唔會話安排去外國讀書或者甚至移民？咁有個初步嘅交流。但係如果真係講緊數年後嘅事，亦都要有個共識，數年之後都要坐埋再去討論呢件事。係啦，咁呢個就變咗喺離婚嗰個階段，如果包括一啲所謂仔女重大嘅決定，包括所謂移民或者讀書、海外讀書嘅決定嘅話，咁咪會令到父母咧到呢個時間，即係呢樣事情發生嘅時候，會多一個原因，佢哋坐埋台再傾咯。哦，係喎，咁變咗咧喺即係安排呢個嘅離婚嘅事宜當中，咁亦都大家有個好意啦，有個共識啦，就係話即係將來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決定啊要做嘅，咁大家都係樂意係有商有量啊。冇錯啦。好啊，咁今日好多謝阿 Maud 又幫我哋咧去更加詳細講解到移民呢個嘅困擾啊！咁呢個真係對好多香港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嚇。咁我哋係啦，再次多謝阿 Maud。多謝你邀請，多謝你。